2015年纽约电视电影奖今仔日公布得奖的名单，公视台语台《青春咱的梦》制作的流日失所落乌战争500集的报道，摕到持续新闻报道奖的铜牌。感谢大会对这部纪录片的肯定。乌克兰还阁受到罗西亚的攻击，需要国际社会继续关心因的处境。这届采访，互阮对着今仔日乌克兰、明仔日台湾有深刻的体悟，因为阮嘛共款面对着武力的威胁。欢迎你来自北外国家台湾，天佑乌克兰。台语台《青春咱的梦》采访的流日失所落乌战争500集的报道，摕到2015年纽约电视电影奖持续新闻报道奖的铜牌。这是台语新闻头一届伫咧国际比赛提奖。节目制作人也伫咧线顶颁奖的典礼顶悬，全部拢用台语发表感言。纽约电视电影奖是全球电视电影上有国际视野的比赛之一，有侪国家的作品来参加比赛。这摆得奖嘛是对台语台肯定，嘛是台语新闻走向世界真重要的一脚步。